若继续来看中部热门的登山路线，烟水仔的烧内步道。顶礼拜六有登山客摔落山坡，紧急送病院。事后调查，这个登山客的摔落，竟然是有人调故意，甲步道沿线咧防滑咧爬山的迄个引导索啊，共挂断，而且是有40外个所在拢去互挂断。管理单位当时林管处呼吁要去遐爬山的人，先莫揪索啊。林管处嘛已经报警，要甲这个可恶的人甲抓出来。41岁姓郑的登山客，规身躯拢是伤倒手，敢若骨折、倒目嘛着伤用纱布保护。伊拄登山拐啊，行路真困难，消防人员甲扶咧，伊才有法度落山。这位登山客当时对4个人的队伍去台中和平区的烟翠烧内步道登山，却无细而跋落30公尺深的山坡，落落时弄着树仔，才无继续跋落，身体倒平伤啊真厉害。这场意外竟烧犯着伤姓郑的登山客，敢若是咧爬山时悠着已经断去的引导索啊。管理单位当时林管处已经报警，而且和森林警察队去以外的所在勘查，找着断去的引导索啊。警方发现引导索摇摆伫树啊，不过已经用切断，切口真整齐，判断是人做的。附近检查嘛，找到沿线40外引导索啊，拢互跳共切断。沿线设有引导绳，是在引导民众走在步道的路径上面，来防范迷途的发生。对于有迷途疑虑的地点，本处将尽速来进行修复。当时林管处嘛扩大范围来检查，敢阁有其他的索啊嘛互切断。提醒最近要去烧内山步道的登山客，这站啊拢莫去游引导索啊，莫赶紧找警方来追查，找到到底是谁甲索啊切断，要来了解动机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